大家好，我係 Kenneth， 今日嚟到東倫敦帶大家睇一個真地鐵上蓋嘅項目。而呢個屋苑咧，基本上成個地鐵站咧就係開喺呢個屋苑入邊嘅。而呢個地鐵站咧，亦都係一個非常犀利嘅地鐵站啦。佢係一個5線交匯嘅站嚟嘅，咁能夠一線直達咧倫敦嘅各大主要大學，能夠控制到係一個出入嘅距離咧，大概係30分鐘之內嘅一個時間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去睇樓。呢度同大家介紹下一個大型嘅發展項目，12 Tree Park。嚟到大樓嘅模型咧，你會見到呢度有一個好宏大嘅藍圖啦。咁呢度一共係提供講緊3800個單位左右㗎，分大概4期嘅發展。咁歷時咧係大概20年嘅。而家咧係賣緊第一期，你見到2棟最高嘅大廈咧，都係我哋第一期嘅位置。咁白色呢棟咧已經賣咗90%嘅單位，同埋已經入伙㗎啦。而黑色呢棟咧係講緊2027年入伙嘅。咁如果你話呢個 starting price 嘅時候咧，如果 studio 大概就係50萬嘅英鎊啦，一房咧大概就係58萬嘅英鎊度啦。如果2房嘅話，大概係81萬英鎊。咁呢個盤點解我覺得係值得介紹呢？因為佢係一個真地鐵上蓋嘅物業嚟㗎。你會見到呢個樓下呢，就係一個地鐵站啦。呢個地鐵站嘅厲害嘅地方呢，佢係有5個地鐵線所交匯嘅，而且因為呢個發展商係同倫敦交通局合作嘅，咁所以呢，佢哋係將會有一個地鐵出口呢，就開正喺呢個屋苑嘅範圍入邊。咁你會見到啦，第一期賣緊2棟咧，都算係樓王嚟㗎啦。除咗佢哋嘅樓高係最高之外啦，佢哋亦都係最靠近地鐵站嘅一個，而且佢係大型項目嘅第一期發展。咁相信咧，日後嘅配套設施出嚟嘅時候咧，發展商都應該會越賣越貴㗎啦。咁樓價亦都係水漲船高㗎。成個規劃除咗講緊樓之外咧，發展商 Berkeley 打造社區嘅能力咧，亦都係不容置疑嘅。你會見到，除咗樓之外，其實佢中間咧會做一個係中央公園咁嘅形式啦。兩邊咧亦都係會有好多嘅商鋪，所以將來我哋嘅住戶咧，基本上就喺呢個我哋嘅盤入邊咧，已經係滿足到日常生活所需㗎啦。